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的技职教育再进化。为国小5年、6年到国中3年，5年一贯职业教育正式来启动。参加的学校扩大到40间，希望让更较侪学生提前了解家己的兴趣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嘛甲学生做伙体验课程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学生做伙上课，帮娃娃设计流行服装，规节课用双语沟通。这生活化的这场英文，市长淡薄未惯势，而这是新型科技 AI 人面辨识系统。看摄像头。其实，这课程要强化国中小职能探索，是新北市教育上重要政策之一。对国小6年到国3，5档一贯全面职业试探体验模式。技职教育也是我们同学们最重要的适性教育的一环。我准备4年投下4亿来发展，让我们的同学们在职业的探索里面。课程这探中心场域到40个学校，相继提升这场力，佮加上3管学的合作，要帮新世代提早了解家己的专长甲能力，打造更有竞争力的未来。